我想透過作品裏面傳遞自己嘅信息，或者一個內在嘅哲學。我係張漢謙 Chris， 我係創意媒體文學士畢業嘅，而家其實做緊個人嘅藝術創作啦，有幾個身份啦，包括係做緊我哋叫做媒體藝術嘅創作啦，裝置藝術啦，聲音創作啦。我嘅身份有幾個片面嘅，咁包括係創作總監啦，咁亦都有另外一個藝術團隊係藝術總監。入去創意媒體之前咧，我自己咧其實係對於聲音藝術啦，又或者我哋叫做表演藝術咧，好有興趣嘅。了解到原來香港有一科叫做新媒體藝術，所以就去咗創意媒體度去學習呢樣嘢。近幾年一路自己都見到自己嘅轉變啦，包括我諗10年前度啦，其實去咗日本學習我哋叫 Bonsai Art 盆栽藝術盆景。係啦，中國背盆景，日本盆栽，亦都體驗到日本嘅唔同嘅道啊，佢哋美學嘅規則咁樣。咁有一種叫景道啦，就係點樣將嗰個環境置入個空間裏面。咁所以透過喺學盆栽嘅過程啦，亦都體驗到中國人我哋叫天人合一，其實係一種修煉嚟嘅。我想嘅表現嘅形式係越嚟越靜態，或者觀眾睇到嘅層面唔係純粹作品表現嘅 message， 然後係點樣可以帶入到一個精神世界裏面呢？或者佢點樣可以入到去個內觀嘅世界裏面呢？咁所以有幾件作品其實好靜好靜，咁但係觀眾亦都體驗嘅時候，亦都可以進入到唔同嘅層次。喺故宮裏面嘅一個叫浪書嘅作品，其實係我自己研究咗10年嘅新嘅書法呈現啦。點解會有呢件封筆嘅作品出現呢？就係因為我哋嘅科技越嚟越取代咗我哋傳統嘅媒介，字體嘅呈現嘅媒介其實一路消失緊。究竟喺未來裏面，我哋唔再需要寫字，我就封嗰支筆去，好似古人咁樣將支筆封咗喺橫梁上面。其實自己一路成長嘅過程裏面都好困難，咁其實好感恩就係因為自己嘅成長裏面都有好多嘅前輩啦，或者好多嘅唔同嘅老師都會 support 到我嘅。我就諗緊點樣可以 contribute 翻個社會或者我哋嘅 community 咁樣，成立咗一個我哋叫 Future Tense Platform， 俾一啲young 嘅 generation 嘅。咁所以過往呢幾年其實我哋已經launch 咗第3屆啦。咁一路咁樣成立。咁而今屆亦都設立咗一啲獎項專係我哋嘅師兄師弟師妹啊。咁希望specifically 可能有一個獎項可以support 到佢哋，可能做一個 final year project 或者少少嘅 support 俾佢哋做創作咯。我以前讀書嘅時候咧，我唔係淨係睇書本或者可能老師俾我睇嘅嘢，我自己好活躍地參與唔同嘅社團嘅活動啦，睇唔同嘅 show 啦 ，even 去睇戲劇、歌劇，或者 even 去翻 classical music 唔同嘅 music genre， 亦都會幫助到你擴闊你自己嘅學習嘅一個視野。我哋成立咗個咁樣嘅榜樣，好多嘅師弟師妹跟住都係哇，原來可以自己標自己 studio 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。創作係好純粹嘅，自己嘅藝術嘅 style 要有堅持，唔好因為1、2次嘅挫敗而去改變自己嘅 style。呢樣嘢係好值得去自己一路去把關嘅，一定會有好多嘅挫折喺你嘅成長路上面嘅，大膽啲去創作。